后个月就是清明啊，真侪民众开始去陪棚。不过新竹的湖口公墓却发生互人偷倒规堆的装潢废弃物，甚至个放火烧过，民众看到士气绰绰。看到祖坟头前出现遮侪粪扫，民众气甲根本讲袂出话。是当个湖口公墓最近发现有人在遮偷拼大量的粪扫，其中大部分是办公室的装潢废弃物。要来扫墓整理祖坟的时候，才发现说，有这么可恶的人把这么多的废弃物倒在这里哈，真的有时候会非常的生气，也觉得说非常的缺德啊！不是一部车载来的，应该超过10部车以上载来的，是相当可恶的。而且在人家的祖坟前面堆积这个垃圾，而且还放火焚烧。环保局已经派人到现场稽查，包处理部分的粪扫，尾后会配合警方调查资料，抓出偷盗的人。需要做清除的部分，也是要按照警方跟我们这边调查是有没有一些相关证据的一个状况来处理。针对后续的部分是要针对行为人，还是要由地主来做一个后续的处置。警方目前针对附近的监视器进行追查，希望料出到底是啥人这么好大胆。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